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顶礼拜咱讲无平安，但是即阵足侪人佫开始啊，佫开始讲要来起一个会互因平安的即个，对，讲迄以色列人伊要起一个，安尼伊讲伊较会当伫遐献祭啦，安尼较会当平安啦。因为伊即阵无平安，就是因为因无圣殿会当来啥物？献祭。献祭。为什么敬拜上帝？对，上帝是住伫圣殿哦，老师。上帝无住伫人起的圣殿。安尼伊无需要起伫人会起的殿。观众朋友，你感觉上帝住伫倒？壁迄张图就是啊，壁迄张图就是保罗捌徛伫我翕相的角度，伊就伫遐也咧捌久嘛，伊就伫遐看到迄个城，就讲上帝无住伫人起的迄个圣殿。你讲咱即阵后壁即个哦？对，迄个殿。保罗就是记着即个殿，甲百姓讲啦，讲创造万物的上帝伊就无住伫人起的殿。即个是老师去翕的哦，但是这毋是真正迄个圣殿。就是也咧把古迄个角度看。是安尼。好，所以观众朋友，你会当写落来，你感觉上帝应该住伫什物殿？敢是爱住伫即个圣殿？来第三圣殿是毋是爱甲起起？耶路撒冷几个殿要阁起一个，要安怎起法的？即阵大家拢咧讨论是要起伫对起好了，敢是上帝的好，所以爱看到最后。耶路撒冷的圣殿咱先知影圣殿的路用啦。圣殿到底是要创什么路用？就是因敬拜因的神，总是因有足侪款的献祭，像较早咱旧约圣经内底记载的祭有5款，有小祭、素祭、赎罪祭。赎罪祭，咱即摆即个名应该真熟，因为有2届赎罪祭，也有赎罪祭战争。以色列拢是后壁即个叫做过失祭啦，补过失，就是讲你确实知影家己做毋对啦，要迄个过失要补，献祭叫做赎愆祭啦，即个国语台湾话叫做补过失的祭。补过失。补过失，就是讲你有过失，你有毋对，要补佫有平安节，有5个节，咱要一项一项拢有知影一定的功能，伊的路用啦拢爱安尼守即个节日。伫对来，伫对位守节就是伫圣殿，所以圣殿是足重要的。你若无圣殿，就无法度做这个代志啦安尼。对犹太人来讲。所以圣殿对因来讲是真重要，因会当甲因的土地足大地拢互人无要紧，但是圣城耶路撒冷圣殿的土地拢是底下伊拢要爱，拢毋放就对啦。第一圣殿，第一圣殿是啥呢？就是以色列人掠准因的供应，因的荣耀，就是所罗门的时代。所罗门起一个足水的圣殿，大部分拢用金做的啦。伊的椅伊要坐椅也是讲要献祭的物件器具，差不多拢用金来做，用真的黄金毋是假的佫用上好的茶去做，所以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人都来朝拜。这是第一个圣殿这个圣殿起后这是上帝所悦纳的就是讲上帝足欢喜这个殿，因为迄阵迄阵咱知影所罗门王足谦卑，佫相信上帝，所以献即间是完全为着上帝来起的。伫伊的老爸大伯的时代已经准备材料准备到所罗门的时间开始起起来，所以上帝就真欢喜就讲
以后什么人伫即个所在祈祷，伊拢随听。这是一个圣殿。毋过伫后来，所罗门就带足侪外国的某啊，外国的某因有外国的拜偶像，所罗门闹翻颠就对啊，伊食老就像顺趁伊足侪外国某讲，伊要拜啥，伊要拜啥，伊要拜茶头，伊要拜石头，那好啊好啊，恁去拜啊，就来起一个庙，安尼讨上帝无欢喜，所以伊死后，以色列就分做南北两国，分国以后，阁是共款，两边的国拢总拜偶像，因咧想啦，讲无人咧拜金牛啊，所以埃及甲遐发达啊，就讲咱有哪来拜金牛？足侪家乡对拜就对啦。像台湾较早已经开放去大陆的时，足侪台湾人去遐做头家，开工厂，足侪钱嘛，大陆人看到讲哇，台湾人拢遐侪钱，看讲因拢有一个乡会红红的迄物件。因就大家拢去用一个乡会甲咱身躯，伊嘛毋知影啥物意思，就家己就对，俩乡对拜啦咱知影第一圣殿为什么会互迄个尼布甲尼撒王甲伊烧掉？因为伊离开上帝，若离开上帝，逐项代志拢无啦。若伫上帝内面，伊就要祝福伊，诚做上好诶。若离开讲上帝就离开，上帝就无爱无对应就对啦。来第二圣殿后来因就互掠去啊，圣殿烧去人就互掠去巴比伦迄掠去当然做奴隶做奴隶一当过一当，毋过无要紧啦，因诶先知叫做尼希米。都有言，就是大声有甲因讲恁无要紧，恁即摆互人掠去，恁的国家灭亡无要紧。伫70年后，上帝要佮甲恁带倒转来。即款有言佮甲伊讲70年后要甲恁带倒转，真正70当到伊就感动一个波斯波斯迄阵都拍倒迄个巴比伦。波斯的王叫做迄阵叫做基鲁士基鲁士咱旧约圣经叫做歌列波斯王歌列，伊就发就是发迄个讲，甲全国的人通知讲，所有的奴隶拢甲因放倒转。每一个巴比伦掠来的奴隶拢放因倒转去，因若愿意转去，拢总互因转去原来的所在。所以所罗巴宾的迄个犹太人，就带差不多将近5万人，就倒转耶路撒冷要起圣殿。要起的时候，拄着真侪反对的意见，因为住伫遐的人有一寡利益的关系伫遐的，因无爱伊甲圣殿起好，因为圣殿起好，就爱守圣殿的规矩，就是讲，你着爱袂使啉酒，袂使创啥，袂使带外邦的某。即声来，因遐拢已经过迄款的生活已经惯势，受足侪压制，所以因着感觉无爱安尼，阮无爱去圣殿，所以甲伊吵闹，一直甲伊吵，所以足歹去的因一面去，一面像一手举刀，一手咧举砖贴石头贴厝，一边举刀。什么人来爱甲刣，迄个足可怜的真久的时间起好啦，起好啦，佮有人甲毁坏，佮有足侪歹人过来，所以因拢总有几个人传所罗巴宾以外，佮有一个叫以斯列，以斯列佮第2摆佮带人倒转来，那伫巴比伦带人倒来以斯列嘛，你若看旧约圣经遮的故事拢真趣味真好看。会使甲你看，因拢真长，我甲你讲有3摆第1摆是所罗巴宾转来，第2摆是以色列带人转来，第3摆尼希米。咱知影3摆拢转来，圣殿一直起到差不多要好，迄阵
迄国王哦，波斯王已经换人啊，换有一个代理欧啦吼，啊，佮有一个亚达谢斯哦，亚达谢斯就是亚哈水鲁王啦，就是共款迄个啦。哦，咱知影讲迄个波第斯有无？四节，波斯迄个，嗯迄个嗯以斯帖哦，以第四节，斯帖代志哦，圣经诶代志吼，就是遮个波斯诶国王，啊，到即个国王的后来，希腊有一个亚历山大爬起来，啊，伊就佮占领波斯国啊。不过咱毋是咧讲遐尼济历史，我即摆要讲第二圣殿，就一直拖到当时呢，拖到安尼起落落，起落落，起搁毁坏，起搁毁坏安尼，一直到耶稣死后，哦，你看拖足久诶哦。拖了500冬哦，到耶稣以后诶70年，就是主后70年吼，到迄个希律啦，会使讲到希律王诶时候，希律就是一个分封，叫做罗马帝国分封迄个所在，耶路撒冷迄个所在，吼一个王叫做希律。啊，希律伊毋是犹太人，啊，毋是犹太人，伊为什么要起一间圣殿做偌间？即间圣殿是比因较早在所罗门以外诶圣殿哦，无人去像希律遮尔水。啊，因为希律哦，看到犹太人，大概犹太人若倒转来到即块土地，即块古早所罗门王起诶即个殿，已经互人毁坏啦，囥着拢是砖啊、石头，拢破破烂烂。啊，逐个转来拢足激动、足感动诶，啊，话着伫遐哭，话伫遐祈祷，流目屎啊！啊，希律王就感觉讲，伊就感动，伊诶心有那感动，伊就想讲，哇！伊是犹太人遮尔爱即个所在，遐尼注重因诶圣殿，安尼伊特要去一间足水诶圣殿，通来互所有犹太人欢喜。啊，因欢喜着，当然伊做王就做好做啊，伊就变成逐个拢拥护伊吼。啊，所以伊就起一间圣殿，希律王是安尼起起来。毋过希律起一间圣殿吼，到主后70年，就巴比伦的一个将军叫做提图斯吼，提图斯啊，提图斯，或者提图斯甲伊烧掉。哦，是因无为迄阵啊，起46冬诶吼，有足起诚侪久，原因啦。即起了无偌久就互烧掉，啊，足侪原因吼，就是讲是即个提图斯吼，甲伊烧掉，是要甲即个罪名挂互基督徒啦。啊，所以烧掉以后，基督徒作害，拢互人掠去做垃圾点嘛吼。有足侪基督徒，就是足侪较早诶信徒，拢总互罗马帝国迫害，就是伫即个圣殿烧了以后，因为因讲即个烧掉圣殿诶，就是犹太人烧诶嘛，哦，其实毋是啊吼，是迄个将军烧诶啊，总是有足侪原因，啊，着甲所有诶罪拢总挂互伊。咱知影有真侪人吼，保罗阮啊伫迄个时阵，互人杀死啦吼。是，顺道有足侪迄个足优秀诶使徒拢伫遐顺道。哦咱看啊，伊迄阵有起一个提鲁斯吼，即个将军，后来有即个国王，对，因应该一些咧圣殿，就是讲伫圣殿所有诶器具诶物件，像灯台啦，还是讲，反正因咧献祭诶物件啦，拢金诶嘛吼，拢足贵重诶，啊因拢足注重诶物件，金杯啦，啥物货，拢总家摕倒来，啊摕倒来就起一个凯旋门，吼，凯旋门吼。凯旋门就是一个去，啊后来你看，听讲法国的迄个凯旋门，有那是有即个互伊灵感来去哦。迄个凯旋门的顶悬，拢记录迄个烧钱的代志啊。你看顶悬有一个图吼，就有金灯台，这是一些人的
伊个标记，因为足重要诶物件。咱会知影讲，因甲所有诶性命拢总抢倒来，抢倒来罗马，即摆伫意大利诶罗马，抢倒来伊所有物件拢无去啊，即摆要找嘛找无啦，所以咱来看即个图拄则讲甲安尼回花，咱即摆安尼清楚来看圣殿，第一个圣殿我讲诶，差不多1000年啦，伫美西就是主前960年诶是完工嘛所罗门完工，这个第一圣殿是上水诶，然后一直到587年诶时。巴比伦尼布甲尼撒2世就甲伊烧掉烧掉伊诶人拢往掠走，掠走以后70年照尼希米诶预言，就是讲伊要互掠以前有一个先知就讲讲无要紧，恁互掠去无要紧，70年后70当，因为恁都无爱我靠上帝嘛，恁就要我靠埃及我靠遐土做诶人做诶物件，你毋爱敬拜上帝，所以上帝去杀，无爱互恁受遮诶教训，就安慰因讲，恁互掠去70年后，恁会当倒转来，真正70年后倒转来，就倒转来去第二圣殿，就拄则我讲诶，所罗巴伯伊就带人转来啦，即摆就转来4万几人，就慢慢起落落，我讲起落落就安尼，起好，佮互人用歹，起好拢起了无介好，一直到希律诶圣殿诶时候就足水迄阵已经伫主前19年，你看500几年到19年，是毋起500当？所以第二圣殿诶时间拖500当。所以所罗巴伯会当讲第2摆去圣殿啦，到因为希律是完整诶，伊去一间足水诶迄个圣殿，所以大部分诶人去希律诶圣殿，就是第2摆诶圣殿这个圣殿起好到主后70年的罗马帝国就烧掉，就去用烧掉去。就个烧掉，烧掉就无即个烧掉以后，以色列诶人就完全互掠去世界每一个角落，因拢流浪啦，因无法度住伫遮，因为因讲你看，伊烧掉是为什么烧掉？政府诶官员讲就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就要互掠着就爱互杀嘛因就较紧走，会走亚洲、欧洲、美洲，逐位拢去，袂当住伫原地所在就出去就安尼国家就亡国，咱讲亡国2000年到19几4万年个复国。因为上帝有讲迄个先知有讲讲不管你安怎互分散，最后我有要甲你带倒转来即个土地圣经写讲别个族像巴比伦，伊灭国都无去拢无去菲利斯灭国都无去但是上帝讲，干那伊诶选民以色列无论安怎灭国，安怎互人分散，最后伊要去带倒转来。真正个倒转来所以有一个新的耶稣讲，咱来看耶稣讲的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这是第3圣殿啦。第3圣殿你要去伫对，去伫耶路撒冷，但是迄个耶路撒冷叫做新的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伫倒位？伫天顶啦。马可福音14章58节，咱来看。我捌听见伊讲。听见耶稣讲讲我要毁坏一间人手所做的殿，3日内阁起一间毋是人的手所起的。伊就指着伊家己的身躯，伊要互人顶是未过死，3日后要阁活。这就是新的圣殿，伊用家己的身躯做圣殿，伊要阁建立起来。耶稣并且建立教会，耶稣建立教会的教会就是耶稣讲的，就是迄个肢体共款所以耶稣顶是未过即3日过我建立教会，
伊的意思就是讲，新的圣殿伫新的耶路撒冷，毋是伫人间，是伫天顶。圣城，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伫倒位？咱看启示录21章第2节佮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降落，已经被万变，亲像新娘被扮装塔来听候伊的丈夫。教会就是新的伊只美国咱知影讲圣经内底拢用计算诶代志来比如上帝甲人的关系，上帝甲教会的关系，所以教会就是变成一个新的所在。总是迄个新的圣殿是对建立伫人的心，因为上帝讲伊要进到人的旧的圣经，甲迄个。毋是摩西有一个法版嘛？有一个10条戒写伫石头，伊甲迄个律例拢写伫石头。新的呢，新的用呢是写伫人的心版。就是讲上帝，因为咱知影耶稣后来过活嘛，上天以后，毋是有一个保惠师来嘛，来到耶路撒冷嘛，伊的学生拢伫耶路撒冷咧等候。等圣灵到，逐个人得到能力开力，所以迄阵彼得你会记得无？彼得伫遐讲道一届就几啊千人来受洗，本来彼得是足惊慌掠去的嘛，有什么有款的能力，迄个开力对底来，就是上帝互伊的，因为圣灵已经进到人的心，所以人就是上帝的殿。上帝大的所在就是殿啦，就是伊的殿啦，圣殿啦。上帝既然要住伫你的心，你的心，你是毋是上帝的殿？就是安尼讲的。所以新的殿是伫对，第三圣殿伫对，伫人的心咱来看一则圣经哥林多前书6章19节。是恁毋知恁的身躯就是圣神的殿啊。恁敢毋知影你的身躯就是殿嘛？圣神点伫恁，就是恁对上帝所有的。咱对上帝领受的这个殿的圣经，佮恁毋是家己，就是讲我已经应准上帝来点伫我的身躯以后，我已经毋是我家己，我当活的毋是我家己，是基督伫我内底活的。这是保罗讲的话啦。伊讲我即摆活的。毋是我家己，是基督伫我内底活的，所以我无计较社会代志，我无计较名声、地位、财产、属地、物质的物件，无计较，因为已经毋是我家己啊。所以咱是毋是看到上帝殿伫倒位？伫咱的身躯吗？伊的身躯。耶稣讲伊要3日起好即个殿，毁坏的殿3日起起来。是要安怎去？伊3日要过活，过活圣神就来，就是安尼，这个殿就成立。所以人爱洁净，就是讲爱洁净家己的身躯。新的耶路撒冷就直接讲的咱来看圣经内底讲的真济这方面的代志马可福音14章5。这拄则有讲过讲。就是咱3日个活，就是讲咱毋是人起的啦吼。即位人拢讲对，爱搁起一个圣殿安尼上帝较会赦免因的罪吼。但是其实耶稣已经有讲过，咱的身躯，但是身躯就是上帝的殿。上帝的殿，是，就是直接教会，所以教会就是。这就是上帝的殿，就是第三圣殿吼。其实毋是伫啥物爱起的吼，是伫人遮已经有啊。但是你若有相信的人呢，你就袂搁去去前迄要伫对去迄个有。就是接纳耶稣伫你的心内来讲，你有接纳耶稣伫你的心内啊无？若有，就是讲你已经接受上帝住伫你的身躯，你就是上帝的殿。
哦，所以逐嗯个起好啊嘛，对咱诶身躯吼，家己会当起哦。第三性定啊，来上帝讲，伊诶性情吼，伊要住伫咱诶内嗯面吼，安尼是毋是诶做好诶？嗯观众朋友毋免阁去共人起迄啊吼，会当安心吼。来上帝祈祷诶是迄阵耶稣嗯过身定时期过时吼，伊就甲迄个圣殿诶即个啥物幔子，哦对，迄个玻璃啊，甲伊拆玻开璃啊拆啊，开啊吼，就拆所以开，本地人袂当入去。像安尼。本地有玻璃啊，对无吼？啊来甲伊拆开啊吼，啊所以至即文少数，对，即文就是毋免阁食着祭司啊，祭司吼，限制毋免遐代志，毋免阁毋免照，限制，嗯咱家己会当祈祷哦，是毋是做好诶？观众朋友若未明白上帝，恁毋知影要安怎限制吼，要安怎祈祷诶人，你会当去附近诶教会来明白上帝吼。安尼多谢老师吼，咱2礼拜呢，拢个来讲即个以色列诶代志吼，因为即阵全世界人拢伫讨论吼，本来可能毋知影吼，啊足侪奇奇怪怪诶代志嘛发生啊吼，若讲有最近因阁有啥物饲一种红牛，因为因讲吼爱献祭爱献红牛吼，所以吼啥物最近就是足侪奇怪诶代志吼，但是上帝伫圣经内面有写足清楚吼，咱要安怎才会当去上帝诶国对无？所以若圣经无诶，你著毋免牙香对人拜，毋通想讲人讲啊，著听，无需要啦是，吼。你所以咱嘛著较紧去看圣对经。对，咱爱非常注意人讲诶吼，无一定是正确诶，你家己读圣经哦。好，安尼后礼拜一 AM 吼，同一个时间，台湾8:10，泰国7:10，然后我伫澳洲2:10，感觉大家搁空中再会，多谢老师，多谢平安，平安。爱记家己饲一个赞。